最後就係中日台北嘅陳藝岑。好，咁呢邊起跑啊，見到步速都相對穩定，見到出邊線嘅阿聯酋選手嘅穆罕德，左邊第二個帶出咗少少，入邊嘅隊友卡馬魯丁都追得好近啊！哇，已經過咗印度嘅選手啊，開 pace 非常之進擊啊！咁入邊印度嘅選手哈通都上埋嚟，哇，開得好快啊！見到而家大鐘24秒啫，開頭225秒，見到佢而家領先嘅選手應該係入邊嘅阿聯酋選手卡馬魯丁。陳藝岑第9勝，因為呢個彎呢仲要搏好遠啊！咁佢陳藝岑而家第2入直路啊！咁領先嘅選手仲係穆罕德，仲係卡馬魯丁。陳藝岑頂住第2，哇！陳藝岑可唔可以追上去啊？呢段哎呀都遲得滯追啦，因為第9線始終有都好嘢啦，跑過第3，可能有機會。